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我阿明哥李浩明，把书看放起来。讲起保险，我相信观众朋友多多少少都有买过保险的产品。但是更加人来讲的话，他人有他人的保险，几家人有几家人的保险，生人的保险。但是对几多人来讲的话，伊唔伫要花一刀钱去买用的保险，有问题其实客家人如果感觉到唔对用来去做。前面咧有唱到的係伊咧专门做保险的伊咧朋友，又总真用。伊如果同人咧节目底边同人讲，都在用的保险，按用的买啊，差唔多花一刀钱去买。我哋马上欢迎我哋真有人来看场，欢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我係來自屏東竹田的客家人，總正陽，大家好。真有請問一下吼，你這個應該從事保險的業務嘛吼？差唔多做幾多年了呀？差唔多6年了哦。6年。咁幾多年開始做保險的時間，其實伊本開始可能都同人哋上學也咧財經啊，你這個當初係咪太好買同財經、財務經濟啊那些相關的課呢咯？其實唔係。太好嘅時間係好嘅係通過嘅公關廣告嗰種，係公關廣告，就係差唔多叫做大公司底部做活動啊，做廣告嘅嗰種，係做係寫企劃嗰種，但係跳蠻多嘅。其實當初我想要做同樣嘅可能咯，因為嗰時間上到同公關談嘅時候，嗰種可能是幾多年。公關佢厲害用嘅，我唔係個上講你去做企劃做嗰種啊，結果你迄時間當地冇其實公關冇幾好做。佢話嚟談方面來講，其實係應該好同人相處係咪？係，佢要同人講法打嘴鼓安尼。對，你都講法打嘴鼓，嗰時幾時間買意味安尼心思托個太好，也要可能。咁都雖然我冇唔錯，喺度開始工作嘅時間，開始發現講啊，其實一開始可能冇辦法馬上去做公關，因為其實佢還是要有一定的人脈啊，還有一定的我哋講撒搞嘅能力啦嚇。但是開始可能對企劃開始去做，但是問題係你嗰時間太好嘅時間，你這個有個印象，個什麼叫做我哋講考場冇？就係嗰種嘅話，就係有幾多種嘅嗰種課程嘛。係啊，連係嗰課程其實如同嘅財經冇乜嘅關係，差唔多如係嗰種，人哋學幾多學天樣。譬如講，我哋廣東朋友講得唔對啊。譬如講，唔知個公機嘅考場，可能人同人可能係用嘅考場。因為人哋有學設計，啊有學迄個微電影，係啊又有學寫企劃嘛，但係。後來我有嘅同學就去台北，唔係全部人都睇做企劃，有嘅人睇真係睇去天樣都做導演，係啊，有嘅人去睇做設計公司上班，做廣告，佢多種，所以其實講係好多嘛嘅，可能有興趣嘅企劃，但係後來沒冇就幾條路。嗰啲如果講，其實學個本地幾多年嘅一個現實啦，好，你講，比如講微電影啦，拍天樣啦。好，冇得做我哋嘅設計啦，好，冇得做其他事情。但是後來你說，因為其實能夠有些人同我講，都在大學係專才教育還是同才教育，其實我因為講有個東西冇一個定論。好，所以有的真的都，譬如講物理呢，伊真的都專才教育啊。可是對嗰個學校來講嘅話，其實也可能大學對佢來講，其實係一個同才教育。其實嗰個東西係你俾一。我哋講進入工作職場之後，佢開始去識條路嘅時間，咁開始去學習幾多條路地步學嘅東西。咁將這個喺嚟大學畢業以後，要馬上從事其他嘅保險工作嚇？冇呢，我畢業嘅時間，我去先去嘅百貨公司。後來就睇嘅上講，誤打誤撞，嗰時間咩幾好拿，就拿頓唔係蘋果嘅手機去面試，就去買個手機安尼。可是後來係乜人去請你去做保險嘅咯？其實我要去做保險係我自家嘅想法，因為嗰時間我本來去睇做百貨公司，後來以後我又去健身房，後來去健身房就唔係有試嚟用嘅呢，後來唔係我考嘅嗰種工作，我就想講，我朋友同我講，其實你可以做業務，買房嘅、買茶嘅、買保險可以幾10分啊，我就後來就問了幾多年，我就問了幾多保險公司嘅朋友，係啊，全部啊就有每一個朋友都同我講做保險以後，啊就去選嚟嘅，係啊就。沒可能算誤打誤撞吧？因為吼，其
其實我可能有時代一種看對保險產品的嗰種看法，可能有時代一個無同樣。因為其實喺嗰做一些時代地方，我哋冇因為講啊，嗰種我哋簽到真好工作，簽到正常工作，我哋會去做保險。但是近間我發現嗰個其實保險也無同樣嘅咧。因為我今日看到嗰種幾多保險經紀人，而等於你講，伊可能唔單止係哪家保險公司咧。如果經紀你自家嘅特色，如果講哦，可能某個東西唔適合買，某個公司某個產品，某個東西又適合買某個公司某個產品，等於講，如果我針對你這個國民做無同樣嘅一啲我哋講量身定做的一種保險業種，嗰時候變成講其實更加從我哋講保險從業人員同幾種人哋講看法同人哋嘅技術人佢已經完全無同樣。佢幾時時嗰度保險嘅朋友同講佢適合去做保險嘅時候，因為某個特質佢適合做保險。可能係因為我係規劃同人家打水鼓嘛，伊就講，我喺個鐵路卡就係講用嚟講。待不下去嗰種人，我想要出門了，我想要出門請朋友，我就是平常時我房東同我講，啊你用米嘅那個電費有按少，我咪冇鐵路卡，鐵路不了，啊我的朋友就講，啊你既然你更加按到朋友，啊你就公司是的，更加嘛個東西都會用到保險，係啊，像更加疫情嘛也沒有保險，啊你就去同朋友打水鼓嘅時候就順便講一下。啊，一定如果好人家嘅年齡化，一定就會出賣。所以一定就講，一定講我本人嘅一個特質就會打水鼓嘅時間唔會有壓力，就可以歸風險咧同埋公司錢，係啊。所以一定就講你就當作個買保險係一個順便，一樣平庸同人家打水鼓，本人家有嗰種可以放心嘅感覺。我發現你頭先講嘅一個重要嘅點，講。買保險係順便啦，打水鼓係主體啦。以前係按你啦，但係會存錢時應該按你講。但是至少按你一回事啊，吼，唔好表現個講哦，你今日來請來係來買東西，好，我至少我唔好講我有一點嫌有一點壓力，好，你咪講今日哦怎樣按叫我來請來，請來如果買保險，其實可能一回事我只是真係過單純的關心。你這個也看荷膜啊膜之類的，然後慢慢地講到講，你這個有按需求嘅話，好，你像我發現那個，其實應該買保險嘛，也唔像我哋以前的我哋這以前的咄咄逼人，以前的買，我哋講保險嘛，從業員可能係一定咧，有我哋講業績上面的壓力啦，但是而家保險咧，從業員其實我講真係實在冇傾用嘅，因為真係我拿啲名片，你講有需要那就請來，這是我們感覺講唔好講，如果有你的因素啦，唔好按有壓力。咁幾時時，這個對可能都要太好，變成一啲我哋講算一啲幾多年嘅一個學習嘅環境底下，後來又做過我哋買書記嘅，但係你來保險，你保險嘅時間，有乜個訓練冇？有乜個訓練冇？其實有一個重點就係，我雖然講我哋係打水鼓，但係打水鼓係有一個流程。咁專業嘅打水鼓。因為冇可能一見面就直接講為乜冇可能安尼嘛。像點解安尼疫情安尼見面時就會一定有個時間可能不能冇講到，但一定會打水鼓就打到點解講疫情用呢？要買疫情的，要買疫苗險的冇，要買個防疫險的冇。就會講一下，就會我哋會有一個課程就會講，我用嚟同人家講話嘅時間，我講到有嘅需要，有嘅需要嘅時間，就會自家來問講，佢自家來問講，你上班沒有講乜嘅東西嗎？更加就唔咩外行唔買哦，係你自家問就會有一個講課堂嘅需求引導啊，七八就是叫什麼嘅啊？釣魚嗰種，我頭先本來講，其實人哋講法嘅意思啦，係冇唔錯，都需求嘅引導。你講，其實我慢慢地去把自家可能希望嘅幾多東西來慢慢地睇出來。但是一方面嘛，真係同講，其實可能有啲人係唔知有啲產品，而唔知講我有啲需求。但是你講出來嘅時候，你發現其實我咪有啲擔心，多有啲產品。咁突然講唔把我。有曾經有問過，
那东西你讲出来的，然后你多多有安的产品，啊，但后面多多你合办法，啊，就入来合作冇办法，其实你等于多一个参考本来的意思啦。所以你应该冇讲没问题啊。係啊，不過除了我哋咧講法嘅意思以外，你哋有冇個專業嘅要求冇？幾時間一批嘅時間？可能會上嚟幾好困嘛？冇啦，就講也不重要啊，我也不重要，因為記得本人感覺到一當然槍啦，覺得影響係，冇你感覺到可能我做感覺到覺得有冇講要參下醫，我就結果唔係參下醫，就應該就講。愛肯學啦，係啊，因為你去嘅時節一定要幾多前輩，一定要教你東西啊，前面嘅時節一定嘅前輩希望我哋講，主管希望我哋講，一定可以聽話照做，照我的我方式來去買保險，因為個前輩想講，我就會按你來嘅，所以你照我的方式做，你一定可以賺到錢。一定所以前面有沒有希望按你啊？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好嘅東西就差不多嘅。啊，唔咩地，你好一個方式同嘅前輩嘅方式有適不適合你安尼？所以就講，係適合你嘅話，你就繼續用；啊，冇不適合嘅話，你就用自家嘅方式。我自家就會冇這一點嘅發作嘅，就自家來嘅。自家路嘅啦。其實如果有啊唔怕，你就做一可以先，啊有賺到錢嚟就好安尼。嗰度啲新嘅時代入邊嘛，有新嘅一啲做保險嘅方法，尤其下我哋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曾陽同人講，伊係樣嘅開始專業我哋咧保險嘅工作。我想訪問一下曾陽吼，因為今啊講到保險，他個人就講提講，其實有啲觀念已經本他個人都接觸啦，吼，冇想我哋做起講到有啲人講啊，買保險啊冇嚟賭劍都過好嘅，好，但係你而家睇到提講，保險嘅觀念係乜個東西？但是問題係講，因為其他保險嘅產品貴多。好，又有民事險啦、意外險啦，好，其他乜嘅失能險啦，因為我見緊我哋疫情嘅險，可是問題係我哋嘅預算有限。你睇咩同我哋廣東朋友說嘅下講，太弱我哋嗰基本款嘅保險嘅種類有哪度啊？按你講好，因為我哋會分嘅前中後，前中後就是我因為一個偏，希望我因為一個意外嘅事件，我會有前中後。啊，從前面的話，我哋就會有通過個日額嘛，就會逐年一年一刀錢。啊，希望就會我今年動手術嘅時間，我今年嘅手術那一種手術，就會分我哋一刀錢。大家更加前面嘛一個應該更加通過幾多年講，有一個係實支實付，實支實付就會講，我今年做一個手術，我花一刀錢，保險公司就會分我一刀錢。佢係更加睇重要，因為更加幾多東西都係自費。像所以有看到一個新聞，就係伊係打係疫苗以後，啊伊個身體嗰種有問題，結果摕個營養花係差唔多60-70萬。一個時間就係實支實付就幾重要，就會差唔多這種。啊，但有一個太凶就係意外嘛，意外就係講我今年可能其他嘅用哪個時間。可能講保險公司會因為我做一個意外險，分我一刀錢安尼，即係也係較前面呢，較前面呢，到中間嘅時間，安尼係有點循序漸進安尼，也係前面我生一個偏嘅時間前面會做嘅，到中間稍微有一些嚴重嘅，第一個就會癌症，其實講真呢，更加太緊年過講嘅，太緊過講嘅疫情，但係就會同人哋就同人哋講，更加疫情。台灣差不多1多年，差不多1萬人。癌症呢，人家講真是4年底部就一個人可能有癌細胞安尼。講個疫情講到安尼，但係你就唔會講癌症安尼，肯定就會同人安尼打嘴鼓嘅時候，開玩笑就安尼講。所以癌症咩係一個最重要嘅。另一個係重大傷病，應該有談過，就係重大傷病就是講伊係一張卡，我拿到個卡嘅時節我就可以。可能就可以同個保險公司拿一刀錢，100個分我去
治疗，因为个癌症啊、糖尿病啊、洗肾嘛个东西一摆就会几十万，所以迄个咩最重要，最后一个就是头头有讲到迄个失能险，个失能险更加台湾目前迄停卖，因为个失能险就会从安尼有原因就会讲，互爱得到个前期、中期的嗰种病，迄个人爱身体可能用呢，无办法自家照顾自家的，可能会抢人、会抢慢安尼，也个失能险也是一个几重要，因为更加摕个社会新闻谈到嗰种可能老人家自家喺铁路卡，结果拖累自家生人的自家就可能对自家用的嗰种新闻太多的，就会因为强一种新闻慢慢可能又出现种失能险，可能以后慢慢有新的啦，都是希望朋友就是人哋的观众朋友，还有以后自家慢前买，以后慢有出新的，真是会买个以后人哋路的时间真是最重要。因为头头讲到迄三个集团嘛，听你都可能都几单纯的意外。黑烟哈，或者迄我哋讲花一多钱都赔多钱的实支实付型啊，无你讲的日付型的，天意都我讲的癌症，其实都我哋其他台湾去中大部分人好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哋4大死亡的大部分都睇有都癌症，里面排的前5名全部係安尼，好最慢都讲的失能。好，失能的意思就讲，我哋可能冇办法照顾自家，好，这是一样的。但是早期我哋因为讲，可能有钱的人都抢看护，冇钱的话都抢看生意来照顾。但是其实，而家大部分人来讲嘅话，生意呢可能冇嗰啲能力，冇嗰啲时间去照顾，佢係咪有一啲失能的险，好，保险可以幫我哋嗰時可以用。但是問題係，也係用一種我哋講偏嘅強重，冇你講我哋時間嘅強重來看。可是對年輕人來講，比如講對年齡來講嘅話，因為可能講年輕嘅人，伊得到癌症嘅幾率冇問題，伊失能嘅幾率又個細嘛。咁係咪我哋講我哋係單純來買安尼嘅單純嘅意外同醫療保險都好呢？就係我哋年輕人嘅話，我哋買保險，其實一定會做嘅就係意外同嘅實支實付，也兩個係一定會嘅。有的人可能因為我沒有人家係就想買也兩種，因為我哋也負擔沒冇問題。但係講真呢，因為我哋就係我哋更加年輕，我哋更加年輕，所以我哋更加買個定期嘅險，因為我沒有談過有終身嘛有定期，因為我哋年輕，我哋更加買定期嘅險嚟把定期險嚟把更便宜，所以我就會同人家講。唔會希望唔30歲就得到就有癌症，是喺以後80歲有癌症，那會較恐怖。人想講，如果80歲時間，可能有癌症嘅時間，可能冇順一多年嘅。我而家30歲就有嘅話，其實我蠻用4-5年會工作，蠻會用嘅。當然係30歲時間較恐怖啊，係就講好。那30歲時間較恐怖，那唔可以用定期嘅方式，幾便宜嘅錢。佢就可以做到1-200萬的癌症的保障，唔會做嘛？我沒睇詛咒，但係我講，更加可以用少少的錢就做到一件事，因為我沒有人下係差唔多28歲就得到一種唔咩嗰少糖多的一種癌症，伊我個朋友伊本來就身體健康，早睡早起，唔會食鹽，唔會49，但係就會沒有，就講唔更加1年1-2千就可以做到防癌一件事，唔可以做人自家上，冇做咩唔怕，就歸自家上嘅。嗰個等於都講，其實像比如講，我們做其實用我哋嘅年齡來判嘅話，我哋可能應該講年輕人得到癌嘅幾率比中年人得到癌嘅幾率還是個少一些啦哈。但是人講出一啲觀念嚟講，但是講到這個年輕嘅是先買嘅話，因為可能係一個天氣嘅額度嘛哈。譬如講20年嘅一個防癌險，哈，你嚟講嘅話，我想問你講。上門的問題嚟講，可能我25歲買20年的防癌險，從我35歲買20年的防癌險，伊開始給我錢係冇同樣嘅嘛？就係20年，可能我25年的時間我買20年終身的防癌險，可能差唔多啦，一年可能2萬人安尼，但係可能當我30歲的時間但係我係20年就叫2萬人，以後我終身有，但係30歲嘅防癌險係。
俺可能买的，但俺买的跟迄20年交的钱都会比俺20人生的时间较大。嘿，终身呢就会压中。但是也可能你当初我哋在精算过程里边，你讲其实30人生再去买时，因为你这个对动癌症的几率要比20人生时个高，嗰时候你要保险的额度要高。但是对于时间来讲的话，你还是给我20年。譬如讲30岁给我20年，等于50年了。好，一般以今家的呢，台湾的渔民来讲的话，差不多。细毛也可以，差不多可以到80岁，细奶差不多76岁安尼。大家讲，以细奶来讲的话，50岁等于你讲50岁到26，到76岁地步，唔係要26年，咁樣要速度的話，我也要保險，如果保，其實如果你本天數，但是咁樣講，25歲開始買，假20年45歲夠晚咧，好，你45歲到76歲中間，那有31年。好，你等於講有31年，當初給我也為保險的額度的這種保險，這種有中間有乜嘅事，我哋講癌症的事故的時間，還是會得到一個你這個當初一個保障。或者等於講，其實像保險的東西嘛，你一樣強買的，第一也便宜，也可以保障的時間也長。但是問題係，我哋年輕人我講。我一開始當出來工作，我都冇幾多錢啊！要我買意外險，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哋其他企業眼鏡，嗬，我哋講住院險啦、醫療險，好意外險，應該要我買嘅癌症的險，佢都在我哋收入地方有一大比例去投入喺我哋保險裏邊，算係合理嘅咯。其實我哋會有一個理財嘅三角形，嘅三角形就係講。我哋有60%去提我哋咧理財地位，就是我可能會存錢啊，會投資啊，個60%喺地位。啊，30%嘅話就是我嘅生活費，我可能會食飯啊，出去了嘅省費嘅錢。啊，10%，我一個月嘅薪水嘅10%會拿來做我嘅保障。因為我冇辦法了到講，我可能某個時間我嘅身體會用嘅。啊，到時節可能我就拿我自家存的個60%的錢全部拿去，可能我變成講我沒買保險，我其實70%我全部我來存起來，我來做投資用的。但係我可能30%生活費啊，但係到時節我喺身體用的時間，我咪就會拿我自家70%的錢來交我的醫療費，係啊，就會同年輕人講一個觀念，容易去做保障。啊，你迄沒有10%，你有因為我頭都有講到，我頭都我哋講嘅就係20年的嗰種嘛。其實我哋年輕人可以買一種就係定期一年100，一年買100嗰種，一年買100嗰種啊。我可能我點解27歲我可能我買20年的癌症，我一年會2萬人嘛，但係我27歲我買一年買100的癌症險，1000人就可以。但係因為我的年紀太時間會較貴，但係我前面年輕的時間還可以用過少的錢就做到嘅保障。咁這種一年買100同嗰種100買20年的嗰種保障嘅內容有同樣嗎？應該嚟講，因為一定嘅內容講意外好嘅，一定嘅內容就係差唔多嘅，係冇實支實付啊，手術嗰種內容都會差唔多嘅，但係伊買嘅終身嘅嗰種20年嘅嗰種會花幾多錢，伊能可以做到。但係我咩多老嘅時間，我係前面年輕嘅時間就會先有，但係我又可以用幾便宜嘅錢買到，所以就一定就會同年輕人講，全部嘅保險做20年嘅囤。全部保險做定期的，錢嘅一年交嘅錢差係30萬，但係一個可以全部做到，一個人可以做到10%。我哋年輕嘅時間，我哋就先做一年買100，啊到時節你有家庭咧，你存較多錢咧，我哋慢慢同嘅你就把較重要嘅存存嘅20年咧，我哋對你較好，咁啊你唔會安泰啊。聽到時代進步，變啲保險嘅產品從以前完全冇同樣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嗰度保險嘅觀念喎。
反过来复起来，上那节目我哋内面怎样同人讲保险的产品的一个类型吼。我想要请问一下怎样，因为头都有讲到一个三角形的理论嘛吼。对啊，理论我感觉到如果有些怪怪的地方，你讲你这样讲60%我拿来理财，吼，30%我哋的生发费，10%好拿来做我哋的保险。但是其他的人来讲的话，伊敢有可能理财都60%？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做到安尼其实没困难，因为对个年轻人出去个媒体工作，上爱更加喺推荐工作，伊个两爱个房租爱就6000元咧，所以其实我做到爱存钱，我存到60，其实困难，对，但是重点係也個理論啊，係可能係對一個喺鐵路卡正常工作嘅一個年輕人嘅理論。但係其實我哋嘅重點係標題，我哋要本人下啲，你嘅錢一定要有差唔多10%嘅地方，要來做我哋嘅做我哋保險，做我哋保障。係因為也對人來講，咱唔會花到時就某個風險發生嘅時間，咱唔會花到自家嘅錢，咱唔會花到嘅60%。係啦，因為其實我想講，一種比例嘅問題啊，比例嘅問題其實係每個人冇同樣啦，因為這是我哋開始那些是投入嘅時間，好，然後我哋講薪水又冇按到，我哋要花用嘅東西又多時間，真係冇可能要在局出60%去做我哋嘅理財，當然我哋可以發動嘅路去賭，但是問題係，你算來真的是，你中間那個生發費你已經佔了幾大部分咧，但是也要三角形，其實但是有啲貴創業嘅想法，你講，你要生發底部一天要有啲保險嘅部分。還有一啲我哋講理財的部分，唔好講啊！你一張嘢能存2000、3000，我哋都唔可以賭，好2000、3000，你唔可以投資，其實也係唔錯嘅，因為人家因為啊2000、3000都蝕錢，可是有的蝕錢一飆下來嘅時間，會變得過太一條錢。可是第二個，我唔錯也可能有三角形的比例，好，每個人嘅人冇同樣嘅時間，也會比例冇長度冇同樣，但是我以為條件全部有。保險，你這個日常嘅生活，還有可以投資理財嘅部分。像你這個安尼做保險業務也做完到吧？其實人家我講講，我保險都我去計劃，我真係賠到嚇。像你這個有印象過什麼嗰種理賠案例嗎？目前來講係有一個銀行，係有人講啊。伊個賠個大因為伊去拔牙齒，用通過智齒可以拔智齒可以賠。冇通過呢？冇通過，因為我哋都沒有講過一個手術，個手術嘅話就係有三個要件，要有麻醉，要有切開，要有動刀安尼要切開，等於個就會縫合。迄個有三個要素伫流體底部嘅話，就算一個手術。因為我哋嘅牙齒咩，有的人係生出來啦，有的人係就摕面貼底部，就安尼唔會痛安尼，因為唔會發炎嘛，先生就會講你也個會拔出來，你就會麻醉嘛，又會拔開，又會縫合，像三個路嘅，所以也個拔牙齒咩像一種手術，那個人下就會買迄保險的時間以後，差不多過1年以後，伊同我講，伊個牙齒痛，唔是也個有賠嘛，就講有啊，你就到時間就向先生，就係向先生就係就出一個手術的個診斷書，到時間通用，伊拄好伊個手術的個額度伊嘛會高，所以就拄好就有差不多有4-5萬咯，伊個牙齒4-5萬，但係重點係伊個買迄。人去看先生啦，伊要講伊要先看再去買，因為先看再去買，我哋保險就會有同我講唔可以帶病投保。如果我先看我有牙齒嘅，我牙齒行去保牙再去拔，嗰保險公司冇按講，伊會先去看你嘅病歷，你去檢查實際時間講，有牙齒，當然多時間買時間就唔會賠錢啦，所以我同大家講就係。
俺连我买保险的时间已经个身体健康。可是等于讲，其实有的人会算得过紧啦，吼，你希望讲啊，叫发现某个东西，然后去买，其实真是也蛮唔合法的吼，因为其实对保险的观念来讲的话，伊迄等于讲，俺他讲你花一些钱，哈，本他讲你真是有需要的人。去做一件事情，也都保险一开始的一个想法嘛。如果可能他讲你一张年都给1000元，但是这是有的人要运用的时间，他讲你都把人给我钱去先备用。好，不过有的人因为讲那冇用的，可能平常都先赌金，好，那可能赌金的时间都是要用的时间，我用赌金的钱。但是问题是，可能有时间你那花时还会太调的钱，你给赌金的钱根本冇办法去指引的时间。你都发现到其实保险还是有一定的用途。那对人来讲的话，因为今家几多位新的保险的产品出来，能用的对于我哋讲，对今家人来讲的话，能用的去开始去说明保险的意义，还有伊的精神。好，主持人同我讲到个精神的问题，因为我想到我哋台湾前阵有发生一个悲剧，就是太鲁阁号事件。嗰時間看到新聞係講有60年以前罹難啊，全部人嘅理賠金加起來，冇超過200萬。也個就會講到我哋講嘅壽險嘅重要性。因為太講你可能想講，我哋嘅錢啊，我哋買以後，買以後我做嘅啊錢分我哋卡嘅人，我又用唔到，我都冇去買嘅。但係也個就會講到責任嘅問題。看到個新聞的時間，就會想講台灣人對我哋嘅保險嘅重要性嘅觀念可能冇乜強用。可能我哋會想到我用唔到，我怎麼冇錢用得到，怎麼一定會買。好，但係等我哋真實用到嘅時間，萬年最快，一定係盧卡嘅家人嘅爸爸媽媽，可能伊喺有來有冇嘅時間，可能你小孩沒有可能。重點係我哋唔好拿我哋自家嘅錢去賭我哋家人嘅一點嘅，我哋家人嘅一點嘅時間一點嘅金錢。所以其實買保險可能每個人會想講，我係為了我自家買，其實唔係全部都為了自家，係為了你家人。我本一點一個幾好嘅保障講，身體用嘅時間我唔會拖累一點，係要讓人體重要。等於如果其實保險嘅東西同賭金嘅觀念完全冇同樣。可能有的人因為講其實我每買保險嘛，都是有乜事情嘅時間，我以賭金都好嘅。可是問題係你頭頭有啲講一啲個新嘅一啲想法，都講其實你這個買保險，我希望講，可能真係哪一年我哋真係冇用到。比如講我哋講大陸個事件，我哋真係冇用到，但是至少幫我哋呢睇現實，我哋呢生意呢，我哋呢個客人，而話有一啲。為咗可以繼續生活下去，一個機會啦。因為當初你要賭錢，可能就因為講可能我這個用到喇叭嘅，但是你下過身以後，對人嚟講嘅話，伊就可能會行唔下去。但是可能因為有一啲保險嘅時間，可以幫到這個最重要嘅人，家人啦，生意嘅啦，伊哋為有啲你這個算是留下來嘅一個財產，可以變得慢慢的下去。咁像這個從事保險都更加未知的話，你有冇工作過適合？其實蠻適合嘅呀，就可能有嘅時間可能冇按好做啦，像更加按呢疫情嘅時間，我哋就想要見人下面一定冇一天要分我哋看，因為而家個危險，我哋要結束按多年，你就自己有做好嘅消毒安尼。係啊。比如係啊，你這個嘛講到有個從來講，因為現在台灣的疫情的期間嘛，某個時間雖然講疫情也嚟跟個也嚟好嘅，但是你講幾多完全以前嘅身份其實可能冇一段嘅時間，咁長嘅時間將你保險嘅業務樣嘅話，你要講用嚟去接講去面見嘅客戶啦，冇得講去用嚟去推銷這個產品。更加我哋嘅金管會一定更加有規定講，可以用嘅視訊投保，就會另下一點就拿一點嘅手機嘅，一點可以喺上面寫，我哋就同伊人哋視訊，我哋同伊講我用嚟做，同伊講，就會同伊講，一個包裝唔係買嘅東西，可以自家人哋喺視訊人哋搶，
应该还可以，但是还无过成熟啦，问题更新安尼。但是问题其实也系共用个，也系都后来等于是前面嘛嗰度谈好，还不得前面我直接可以用视讯我哋讲视讯投保，但是前面嗰种我哋讲人对人的连接，我哋讲人对人的关系嗰种我哋讲说明，哈，其实像头都人讲嘅，有好多东西係保险係其實中間打咗一個能提當這重點嘛，嗰種因為冇辦法去慢慢的聽人講話時間，那開始用一提尋到嗰種我哋講以前嘅嗰種朋友嘅關係啦，去尋到嗰種冇聽我嗰種銀行咯。其實我哋唔會應該講嘅主動出擊，係啊，就會直接同我哋朋友講，係像人家防疫先好嘅，就是同人家朋友講，一個東西人家按好，按唔買嘅，按唔到卡你會買冇，係啊，唔到卡你會買吧，希望就看乜嘅時節，唔嘅捱喺一兩個禮拜捱身體就健康，捱就冇乜嘅事情嘅話，係唔可以嘅話捱就去唔到卡，係唔會嘅話，唔就來捱就時差嘅，來查嘅紅查嘅紅用，唔會驚就嘅蟲咧就打佢嘛，係一定係唔會驚嘅話啦，但係人家人家那邊疫情都更加，其實。我的朋友喺我的銀行裡如果好啦，都可以自家就查一方有冇錢，我卡就自家用，係啊，所以咪可能只是冇按好做啦，因為公司呢更加疫情按多年呢工作都安尼，係啊，但係就某個時節有某個方法，係啊。很多時候政府更加保險嘅產品已經有幾多冇同樣嘅產品咧。嗰種觀眾朋友，其實你這個可以比較以前對保險嘅嗰種老觀念，其實講保險其實係你的身份地位另外一個保障。今日感謝曾陽倫喺香港同我哋講按到保險嘅故事。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大家聽下嚟欣賞來，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個好好運動嘅時節，我係阿凱先生，今日會教大家芭蕾舞嘅伸展運動哦。一開始呢，係哋將兩隻腳打開來，那個手呢，放喺後背，撒下來，停先生，向下來做哦。會記得扣起哦。加油，過來！下一個手鼓，打過來。眼睛，輕輕的彎邊，轉過來，起，數，推起時，伸出去，輕輕的彎邊。轉過來，起，跳起，再一擺，
竖起，右偏，and 伸直，and 转，and 打开来，and 起，and 调起，过一摆。and 右偏，前面，轻轻的转过来 ，and one，and 上，打开来 ，and 第四摆 ，and 延 ，and 转。轻轻的弯边 ，and 转，一，大，调起 ，and 起 ，and 开，右边 ，and 起 ，and 下来 ，and 起。打开来 ，and 转 ，and 弧 ，and 下来，再摆起起 ，and 开 ，and 上 ，and 过来，第四摆 ，and 开。and 转 and 加下来 and 起往前 and 起 and 调起 and 向前go 数下来调起，第三摆 and 调前 and go 调起，第四摆往前 and 起，打开来，休息一下。好，听听欣赏，下一个动作来开始。会记得调起哦。第二摆，第三摆，第四摆哦。调起一下 ，and 数两个 ，and 身体向右边伸穿站 ，and 向前，轻轻地转到一边，身体打开来 ，and 张数下来调起。and 数两个，眼神右边
and 向前，天顶啊转过来，身体打开来 ，and 中间跳起，再摆3，眼神右偏 ，and 弯边 ，and 身体打开来 ，and 徽章竖跳起，提膝摆 ，and 向前转过去 ，and 打开来 ，and 竖 ，and 跳起 ，and 打开来，竖并两旁，身体 ，and 回来，下来。再摆竖打开来 ，and 打开 ，and 弯边 ，and 打开来，竖下来，竖两个向前，and 打开来 ，and 竖跳起。再摆竖高，向前倾 ，and 高 ，and 下来，再摆竖高 ，and 向前倾 ，and 起，打开来。再摆竖高，向前倾 ，and 打开来 ，and 竖，再摆竖打开来 ，and 开，右边 ，and 过来，竖下来。再摆竖高 ，and 打开来，右边 ，and 过来，竖下来，再摆打开来高 ，and 开，左边 ，and 过来，竖下来。好，接着来熟悉左竖高 ，and 下来，右竖高，下来，两隻竖高。好，今晡日通做，大家拄好學會冇？會記得明日天天線上運動一下哦，也給身體同精神。會變加更好哦，好好運動，我哋下拜見，拜拜。